有画面就有证据，这架货车掉入咧冰沟道，害人行到半小时。料到这个查甫驶一架货车经过徛街附近的冰沟道，互代替区间车弄到，该在驶车的人赶紧跳车，才无受伤。伊讲车驶过冰沟道了后，四支弹熊熊放落来，伊才会掉入铁轨路，袂顶袂动。不过代替事后公布监视器的画面，证明这个运将是赶紧弄过冰沟道，才会发生这件意外。 早起7:32，铁轨道的警铃亮起来，就伫咧7秒了后，蓝色的货车无顾危险，抢伫咧栅栏囥落来进前，抢紧想要弄过铁轨路，货车也袂赴驶过去。另外一边的栅栏就已经囥落来，货车掉伫咧中进退两难，互区间车弄飞。 蓝色的货车翻伫咧铁轨路，互货车弄甲车拢变形，车壳零件线甲规涂骹，就连铁轨路的水泥基座嘛，互弄歹。意外当下，货车的驾驶及时走出来，保掉一命。啊，我就唔知，这样弄啊，我搁起来搁演，啊，搁放落来，甲搁去试迄个电子按钮，啊，看到火车先头伫迄红绿灯遐，我就在遐抓，伊就嘛拢无动啊。 代志就发生一个1号早起7点半，苗栗后龙南港里山边的铁轨路，当时52岁姓陈的一个查甫人驶着火车，要载番薯去互伊的阿姊，就伫咧过铁轨路的时阵，互栅栏动落来，人甲车卡伫咧中，驾驶无顾车甲番薯跳车来逃命，后一秒区间车就将货车弄一个飞去，火车顶的人客甲驾驶全部拢互伊惊一个，要送互阿姊的番薯嘛喷飞火车的下面，互区间车歪一边。栅栏没有放下来，没亮。还没放啦，也没有亮啦，车子到这边了啦，它才放下来啦。姓陈的驾驶指控，当时铁轨路的警铃无亮，栅栏嘛无囥落来，但铁路警察公布监视器的画面，证实姓陈的驾驶是抢紧要弄过铁轨路，所以才造成这件事故。的确，他还没进入之前，已经响大概8秒钟了。这件事故总共影响9架车帮，延误79分钟，2000外的旅客受到影响。好佳在当时区间车顶悬的30个人客拢无受伤。事后铁路警察嘛封锁现场，9点左右恢复双平通车。啊，若姓陈的驾驶恐惊下来吊销驾照，上当罚9万块，搁爱赔偿代替的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